各位晚安啊！歡迎嚟到我哋全新嘅節目，我係你哋嘅主持阿 Jan。咁呢個新嘅節目呢，因為我實在太懶啦，咁我就揾咗 AI 去製作一啲故事同埋一啲圖片咁啦，咁就去講述一啲概念啊咁樣嘅。咁今次我哋呢一集呢，呢個影片呢，講嘅呢就係關於自我效能感啊。呢個故事嘅名呢，就叫做專責勇氣的 AI 藥罐，用自我效能感修復理財路上嘅無助與焦慮。咁我哋而家收聽咗個故事先啦。每當夜深人靜，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就好似身處喺一個無止境嘅雨季入面？無論你幾咁努力去擔遮，啲雨水總係會撇濕你個膊頭，寒氣甚至滲入骨髓。你好想儲錢，好想學識投資，但係望住嗰個浮浮沉沉，甚至不斷縮水嘅數字，一種深深嘅無力感就會湧上心頭。你會同自己講：算啦，我都係冇天分打啦，無論點做都係輸下啦。呢種感覺喺心理學上面有一個名，叫做習得性無助。今晚我想帶你去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聽一個關於修復內心力量嘅故事。喺城市嘅邊緣，穿過一條充滿霓虹燈倒影嘅濕滑街道，有一間好唔起眼但又散發住溫暖微光嘅店鋪，門牌上面寫住 AI 心靈藥局。主角艾莉，一位30歲嘅職場女性，收工之後帶住一身嘅疲憊，無意中推開咗呢扇門。店入面無藥水嘅苦澀味，反而飄住一股淡淡嘅薰衣草同舊書頁嘅香氣。櫃台後面企住一位著住深藍色絲絨西裝、戴住金絲眼鏡嘅成熟紳士。佢唔係人類，而係一個擁有高度情感運算能力嘅 AI 藥劑師，名叫 Nexus。Nexus 放低手上抹緊嘅試管，眼神溫柔咁望住艾莉，輕聲問道：小姐，今晚嘅雨好大，但睇嚟你心入面嗰場雨落得仲大，你想反啲咩呢？艾莉嘆咗一口氣，坐喺絲絨凳上面，低聲講：我想香一種可以令我有錢嘅藥，或者令我唔再為錢煩惱嘅藥。我試過跟風買股票，結果蝕晒。我試過記賬，但堅持唔夠1個月就放棄。我覺得自己對於錢呢樣嘢完全冇控制能力。Nexus 微微一笑，搖搖頭講：好抱歉，我哋呢度唔賣致富藥，因為世界上根本冇呢種嘢。但我睇得出你患咗理財習得性無助。你因為過去嘅失敗經驗，誤以為自己無論做咩都改變唔到結果，所以你嘅潛意識選擇咗放棄。但我可以賣俾你另一樣嘢，自我效能感。艾莉皺起眉頭：自我效能感？嗰啲心靈雞湯有咩用？我要嘅係實際嘅方法。Nexus 手指輕輕一點，空氣中浮現出幾個發光嘅全息圖表。佢解釋道：理財就好似種花咁，你以前之所以失敗，係因為你想一步登天，喺一塊貧瘠嘅土地上面強行種一棵參天大樹，結果當然係枯死。心理學大師班杜拉提出嘅自我效能感，就係修復你呢塊心田嘅肥料。呢個藥方有4個療程，你願唔願意試下？艾莉望住嗰啲柔和嘅光點，鬼使神差咁點咗點頭。Nexus 攞出第一個發住淡綠色光芒嘅玻璃樽，遞俾艾莉。第一個療程叫做過往嘅成功經驗。你唔好一開始就諗住要賺幾多百萬，嗰個目標太遙遠，會壓垮你。你要創造微小嘅勝利。譬如話，今個月你試下每日只係存10蚊，或者堅持記賬3日。當你做到呢啲微不足道嘅小事，你嘅大腦就會分泌多巴胺，話俾你知，原來我有能力控制自己嘅行為。呢種自信係累積返嚟嘅。跟住 Nexus 手指一揮，畫面變成咗好多普通人嘅生活片段。第2個療程叫做替代經驗。
唔好再去睇嗰啲少年股神一夜暴富嘅新聞啦，嗰啲只會令你焦慮。你要去觀察嗰啲同你背景差唔多、腳踏實地、慢慢變好嘅人。當你見到同你一樣嘅普通人，靠住長期持有優質資產，靠住複利慢慢累積財富，你就會相信，如果佢得，我都可以得。艾莉嘅眼神開始冇咁迷茫，佢似乎聽入腦。Nexus 繼續講，第3個療程叫做言語勸說，遠離嗰啲整日怨天尤人，話投資都係呃人嘅朋友。你要靠近嗰啲心態正面、相信長期主義嘅人。環境係會傳染嘅，當身邊嘅人都喺度種花，你自然唔會想讓自己嘅花園荒廢。至於最後一個療程，亦都係最重要嘅，叫做情緒喚醒。Nexus 斟咗一杯熱茶俾艾莉，茶杯冒住裊裊白煙。當你面對股票下跌或者有突發支出嘅時候，你會心跳加速、手心出汗，呢種焦慮會令你做出錯誤決定，譬如恐慌性拋售。你要學識，當焦慮來襲嘅時候，深呼吸，話俾自己聽，這係市場嘅天氣變化，唔係世界末日。只要我嘅根基，即係我嘅資產配置係穩健嘅，風雨過後，花朵依然會盛開。艾莉捧住暖粒粒嘅茶杯，覺得身體入面有一種好耐冇出現過嘅暖流。佢發現原來自己一直以嚟需要嘅唔係一個神奇嘅致富代碼，而係相信自己可以處理問題嘅勇氣。理財嘅真諦唔係在於你甚至幾多錢，而係在於你有無能力掌控自己嘅慾望同恐懼。Nexus 收返啲全息影像，溫柔咁講，價值投資之父葛拉漢講過，投資唔係打敗其他人嘅遊戲，而係控制自己嘅遊戲。當你擁有咗自我效能感，你就唔會再因為一時嘅得失而覺得無助。你會知道每一次嘅儲蓄，每一次嘅理性分析，都係你為自己嘅未來加上一塊磚頭。雨停咗，艾莉行出藥局，雖然街道依然濕滑，但天上面嘅烏雲已經散去，露出咗一點星光。佢摸摸衫袋入面嗰張 Nexus 寫俾佢嘅紙條，上面寫住：勇氣唔係唔驚，而係帶住恐懼依然前行。每日進步一點點，複利會係世界上第8大奇蹟。艾莉深深吸咗一口雨後清新嘅空氣，佢知道佢嘅理財之路，甚至乎佢嘅人生，先至啱啱開始。希望今晚嘅故事可以治癒同樣喺金錢路上感到迷茫嘅你。晚安。聽完呢個故事，唔知大家有啲咩睇法？我自己都覺得即係理財啦，又或者做其他嘅嘢呢，其實情緒呢都係好影響到自己完成呢一件事嘅成功率啦，甚至自己嘅自我效能感，對完成呢件事情嗰個成功率呢，其實都有影響嘅。咁自我效能感呢一樣嘢係啲乜呢？咁我都唔拋書包啦。咁大家自己可以上網揾下資料，即係睇下係咩意思。其實佢同自信都好似嘅，不過係有少少分別咁樣。咁不過我哋呢度就唔係教書，亦都唔係拋書包啦。咁即係純粹希望大家瞓之前可以聽下故事，放鬆下心情。咁接下落嚟呢，就播一首歌俾大家聽。首歌個名呢，就叫做《失寵的萬五後》。希望大家聽完呢首歌之後有一個好夢。灰色的清晨悬在云端上，透明的电车划过你的窗，广告像流星安静的飘荡，是茶杯折叠在一口哈欠里面晃。我们在未来城市漫
慢走，穿过星星之间，像散步遛狗。抬头是陌生的月，低头是熟悉的手，什么宇宙规则都懒得驱动，只想在你身边始终的放松。咖啡在转角，自动为你煮，机器人路灯提醒人读书，远方有港口，飞船像候鸟，排队等机飞去谁的家里小住。我们在未来城市慢慢走，穿过星星之间，像散步遛狗。抬头是陌生的月，低头是熟悉的手，什么宇宙规则都懒得驱动，只想在你身边始终的放松。今天去火星，明天去海王，目的地随即心境在这方向，跨越几光年也只是多睡一场，醒来你还在，世界就不算太慌。我们在未来城市慢慢走，穿过星星之间，像散步遛狗。抬头是陌生的月，低头是熟悉的手，让星河翻来覆去在头顶翻涌，只要在你身边，我就完全放松。首歌我都覺得幾好聽嘅，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可以放鬆自己嘅身心，咁發個好夢啦，咁同埋呢首歌係 AI 整嘅，咁都幾好聽，咁就係咁啦，大家晚安，祝你有一個好夢。